埋土来扎公梦，心中顿时来生怜悯，天贵姑娘你莫悲伤。公子恩惠有心肠，书上铭记永难忘。不提尊娘老双乡，不必曹操是故乡。南京本是我故乡，家娘命爱来书中，寿命寿香梦金龙，有恨才呀子，一股王勇啊！真是才子老家人，一见钟情就中喜。望天，公子，这是300两银，为做茶钱。哎呦，王公子很歹势啦！哎呦，一杯茶就送300两银啦！哎呦，多谢王公子，多谢王公子！哎呦，不对，多谢财神呀！哎呦，我的心肝呢？三公子，三公子，你用我按做就行出来呀？三公子，天太公嘞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复老爷汉的府中等你？好。不过，转以前，俺先到九兰宴一临，我去老苏三姑娘告别。哈？
兄弟了就好。哎呦，王公子，将军将军，哎呦，将军将军。哎呦，王公子，你总算来了。苏珊啊，想你想到贵安不都无衰。苏珊，讲错也唔错啊。苏珊啊，方才你还在笑，恐怕王公子唔会再过来。王公子唔但抢银的了，连包袱的都带来的啊！哎，你莫做白卡金掉的好冇？你啊唔是保护的天天哦，你啊地步呀，是36000两元哦。啊！36000两元啊！哎呦，王公子啊，你带很多嘅钱来，系咪打算去带啲俩狗男人？错冇？哎呀，系唔系打算将我嘅苏珊改房？系冇？错啊唔错？错啊错啊！公子，你系我来告别天天嘅啊，夹夹对佢哋讲啊。带啲俩，带啲俩啦，带啲俩，带啲俩，夹夹带啲带啲俩。错，我根本来就是爱带你俩。我病。哎呦，王公子，你唔知呀？苏珊嘅收了，唔知有几细呢？你系有钱嘅公子，我想一天唔会本苏珊强委屈，错嘛？错嘛？错嘛？你还当然，我即刻拿出钱元来去高楼良策，奉为难留不留，本苏珊姑娘带。哎呦，真嘅呢！哎呦，多谢王公子哦！哎呀，既然啊，我去高楼，应当我有花园，也好送花赶紧。另外啊，真去坐凉亭，按到百花亭，那样啊，王公子就做得老苏珊，两人的百花亭，吟诗作对，含气作乐。还有啊，苏珊的绣凤也应该有金碧玉簪、翠盘老翠屏，好本人知道苏珊老平人嘅无强用啊！哎呀，王公子，你讲错呀，错啊错啦，错啦，哎呀，错啦，错啦错啦，错啦，错啦！三姐，你的想嘛该呀？冇嘛该，三姐呀！天将啊，雄啊，一年呐，云呐。一到往事啊，起来不离生计呀难拿嘞，山田拿金呐，天数啊，呀，天啊，用心马苏。三郎，你听看开嘞，你身上的钱元已经存无几多嘞。你也有嘛该要紧，爱王家有万贯家财，也丢钱拿起事体，
我很望天再转去拿就好咧。唔过，我再讲，王八老钱婆记条对俺两啥也不错，记条要用到钱，同意上应该帮助记条争错啊。三郎，记得根本就没急我用到钱，记得唔过系用各种嘅理由来骗人嘅钱天天。三郎。你当是难辨天高心，眼中全非无名，兄弟感情亲，路虽烟分把灰烬，把灰烬。三姊啊，三姊不必多道理，你係金龍結發氣，結金為家並送親，為你贖身立此題，立此題。可是端正。东城廿幾天風雪交加，天時轉好，我即刻回家，並告喪親。三郎，三郎，你用辦咧？無要緊，來，三郎，坐定。王公子，蘇珊姑娘，今個你來耶，我老你哋送花來咧。花甚至廿幾天，我都好想我老你改名，今日經過送花前來，我都好做得依法提名。依法提名，依法提名，那是依法論年，蘇珊姑娘可算得依法狀了。嗯，花中之王本是牡丹，甚至見龍將你改名為作玉堂春，可好？玉堂春，玉堂春，真是好聽啊！多謝三郎提名。喺經過送花前來，怎會想起依法提名？應該有送，天婆哪裡？王公子，你很多案推上，做乜計？天婆，我已經將三字改名為作玉堂春咧。好，連名誒都改了呀。正係經過送花前來，咱本來想起依法提名。天婆，你家家推我送佢5兩油。送記5兩油，多謝王公子，天婆生日。你還想哪兩元含老嘅走？金哥，你用將金哥趕走去啊！天婆唔，好多嘴。王公子，實不相瞞，蘇珊係這個責任哈，我哪有馬嘅錢來送本金哥？天婆，公子當初可是總共帶來36000兩元啊！帶來36000兩元啊！你老道掠到嘅錢，一生人就身體嘿。我狗蘭煙是推你貼貼不少嘅錢哦。好嘞，唔是這個講嘞，我再下心回家，錢元即刻就會到來。忘記了，我明年不講暗巴，你下按到嘅新嘅轉去，掠下連半仙錢都冇看到，我掠下狗蘭煙是冇辦法改裝嘞。
西妹件，唔系救济人。王金龙啊，我老你讲，根本你有钱就罢了啊，哪系冇啊？你爱牛办？莫怪我两傻对你无情了，哼！我相当殷勤，以此谈破。上了，皇天了，上了。苏三姑娘，我家公子样办呢？太阳，迄天时壮汉，速度风寒。王天，我俩下去抢太傅，你留低了照顾王公子。我不会奉谢高家，你上你形容会做得。你老二强下去抢太傅，这安尼也好，那么你杀来去，这个来去。王金龙，你俩下已经身无分文，你又不骗，你看骗需要的钱，我还是没办法先退你贴钱。拜托啊你，请你离开，给我来你王金龙啊，你骗得俺上当，万一啦你死的了，我就要喊我去衙门问罪，来人啊，老子脚了出去。把你个情不留，思念不见鲜血流，诉求寒天北风浪，可怜偏僻此难游，此难游。天破。当初公子进雁门，对他何定该英雄？如今公子身战平，二杀将其脚出门。错啊，公子他是身上带平啊！哼。善用出去万得了，将其脚走又卡呀，马上天破听狠心，诉求寒天脚出面，你干嘛爱听狠心？你分明啊嘿呀哎呀，悲喜呀人天婆，你难道唔记得王公子佢带来嘅36000两元，全部就落在我嘅手头？已经你要做得按样嘅来对待佢。苏珊呐，你按你讲法，实在很冤枉人啊！错啦，佢係帶來36000兩元，不過21年來，佢開嘅、說嘅、用嘅，其實唔係用得幾多，36000
钱两余，全部都系佢自家用枪枪，我是一时的好处都冇拿到。苏三姐，苏三姐，金哥，你来得真正好，你呀就陪一下苏三，我还是去冒汗，拜托你了。苏三姐，王公子已经被强迫供出，我无心想买法的，对佢不义气，硬是咋讲送法的来，硬是来买法嘅啦，苏三姐。苏三姐，我见半年走顺嘅时节，又看到王公子。可是当真，呀，竟然定系为期待他一位王爷嘅副长，王爷嘅副长，三郎金石提起，佢啲肩上还有做王爷嘅亲戚啊！提起了位王爷，苏三姐，你咪知晓啊？我也知晓。苏三姐，你听我讲。